一、二、三、四，讲一句歹势，讲话无算话。第一个轮回，真心剩啥货？你看日出会鸟仔在地，是自然的运行造势，像人心若痛，人讲上济。免想这解释，互人心沉地。岁月在经过，谁拢袂放过。二三，有一种缘分，互人做伙，也着有缘分，今生今世，苦笑咱两人过千万年也袂当相陪。天地之看，互咱美相找，四季轮替，替无咱两个。嗨，大家好，欢迎光临岳云爱唱歌音乐教室，我是岳云老师，大家好。今仔日要介绍给大家这首呢，是少年朋友啦一直点唱的《必顺》，这是来看一下哈，把画面给大家拉好。来，这是原唱曾伟忠作曲呢是黄承祥，作词也是黄承祥啊。这首歌啊呢哈，真侪好朋友啦哈，少年朋友来点唱了哈。2022年6月27首播，网络呢目前已经突破了2116万人点阅哦，真正红拍拍呢哈，小滚滚的噗噗的歌出去来，今仔日就来把这首歌来介绍给大家来，介绍给大家这首歌呢，E 等于 B 啊，就是 B 大调了哈，有一点高哦哈，男生的歌嘛哈，有点高，四字拍子的速度呢64啊，速度慢慢啊，然后来瑞哆瑞咪瑞二，瑞哆瑞咪瑞二，来，为什么我数了瑞咪瑞又数了一个二？这个瑞咪瑞的后面呢，还有一个二啊，还有一拍，还有一拍，还有一拍啊，前半拍呢休息来停，瑞哆瑞咪瑞二，咪瑞瑞咪瑞二，三四，来，我们从头再来一次，来，瑞哆瑞咪瑞二。咪瑞瑞咪瑞二三四，好，来，我们从头来唱，来唱歌词，讲一句歹势，讲话无算话啊，讲一句歹势，讲话无算话，来，我们来把歌词来带进来这个旋律里面来，讲一句歹势。讲话无算话，二，搁一摆来，讲一句歹势二，讲话无算话二，三四，好，接下来下一行来，拉咪瑞咪瑞二，瑞咪瑞咪瑞瑞，哎，这个会声春声会后边搁一个瑞吼，来，拉咪瑞咪瑞。瑞咪瑞咪瑞二三，好，再一次来，拉咪瑞咪瑞瑞咪瑞咪瑞二三，伫这个轮回啊，伫这个人生的轮回当中呢，哈，真心要个存偌济春这个字呢，哈，一个贝在一个春，这里哈就是剩下了哈，春虾会还剩下什么啊？伫这个人生的轮回来底呢，真心啊，真心要个存啥会啊？要个还要个存什么物件？还剩下什么东西来？伫这个轮回，真心存啥货？再一次来，伫这个轮回，真心存啥货？二来，伫在这个轮回这个低啊，他这个原唱呢，曾伟忠他唱的是低低滴滴答答那个的滴，伫这个轮回，真心存啥货？二三
来，接下来的这个是一个四连音，一拍的四连音，零嗦嗦哆，零嗦嗦哆，零嗦嗦哆，哎，一拍有4个音，可是第一个音不唱，嗦嗦哆瑞哆瑞瑞咪瑞二，来教我的体。先给大家念一下歌词呢，你看日出的鸟啊在啼啊，这个日出的时候呢，小鸟在啼叫哈，你看日出的鸟啊在啼啊，鸟儿啊在叫啊，在啼啊，来，你看日出的鸟啊在啼，嗦嗦哆瑞哆瑞瑞咪瑞。你看日出的鸟啊在啼，再一次来。你看日出的鸟啊在啼，停，嗦嗦啦嗦瑞咪瑞瑞哆哆，停，嗦嗦啦嗦啦嗦嗦啦嗦瑞咪瑞咪瑞瑞瑞瑞咪瑞哆哆，哎，嗦嗦啦嗦瑞咪瑞瑞哆哆，再一次停，嗦嗦啦，停，嗦嗦啦嗦瑞咪瑞瑞哆哆，是自然的运行做事，是自然的运行做事。哎，这个是呢哈。前面那个零半拍，下面脚底下一条线啊，零是半拍，又附了一个点，又有一个附点，那零呢就是这个休息的要3/4拍，所以这个是只剩下1/4拍，那就很短了哦。停是自然的运行做事，是自然的运行做事。哎，前面这一句来接来，停，你看。停！你看日出的鸟仔在啼，是自然的运行做事。停！运行做事停，嗦咪嗦啦瑞二，嗦咪嗦咪哆瑞二三四，哎，这个唱是运行的，是自然的运行做事。像人心若痛，人讲上济；像人心若痛，人讲是什么？就是绕跑啦哈。人心若痛了啊，人一心痛了哈，人讲就绕跑了啦哈，就绕跑了来，像人嗦咪嗦啦瑞二。嗦咪嗦咪哆瑞二三四，嗦咪嗦啦瑞二，嗦咪嗦咪哆瑞二三四。好，来从这里唱向人心那听来，停，像人心那听。人讲上济二三四，再一次来停，像人心那听，人讲上济二三四。好，让主歌一我们唱完了，来把主歌一连起来，来，我们从头来停，讲一句歹势，讲话无算话。停伫这个轮回，真心存啥货？二三，你看日出的鸟仔在啼，是运行是自然的运行做事，像人心若痛。人讲上济二三四，哎，接下来呢？主歌二，瑞哆瑞咪瑞哆瑞瑞咪瑞。好，再一次来，瑞哆瑞咪瑞哆瑞瑞咪瑞二，来。免想这解释啊，不用解释那么多了哈，让人心定得啊，让人家呢心里都觉得哈多余的哈啊，很赞乐
定得呢，有时候就是说，哦，这个物件真定得这个站着茅坑不拉屎，这个东西放在这里都没有在用这个什么没有用的东西没用的东西，免该想这该说，互人心定得来，re do re mi re do re re mi re。免想这解释，小人心定得再一次，免想这解释，好人心定得。瑞哆瑞瑞咪瑞，嗦咪嗦哆咪瑞瑞2、3，瑞哆瑞瑞咪瑞。嗦咪嗦哆咪瑞瑞2、3，岁月在经过，岁月在经过岁月在一直的经过向龙未放过，无常人生都不曾被放过来。岁月在经过，向拢未放过2、3，停，咪咪嗦啦啦，咪嗦哆西，咪咪嗦啦啦，咪嗦哆西，咪咪嗦啦啦，咪嗦哆西，有一种缘分，互人做伙，会这个会呢 ，C 有转音，请带进来。有一种缘分，互人做伙；有一种缘分，互人做伙。是是啦是嗦嗦，瑞哆瑞哆，是是啦是嗦嗦，瑞哆瑞哆，呀是是啦。前面这个零要休息，也着有缘分今生今世，也着有缘分今生今世。来，我们继续。哆西哆发发，拉西哆发发发，嗦咪哆来。哆西哆发发，拉西哆发发发，嗦咪哆来。我们唱这一句，这一句呢，最要注意的就是呀，袂当相背。哆西哆发发发，发发嗦咪。发嗦咪发嗦咪发是低音的，可是这个嗦呢不高八度是什么？高八度是发这个又比发又要高一个音，哎呀呀呀，所以要高的几度，要高9度呢哆西哆发发，拉西哆发发发，嗦咪哆来。这个音要注意，不要不够高来，我们试试看来。可惜咱两人过千万年也袂当相陪，搁一摆来。可惜咱两人过千万年也袂当相陪，搁一摆。可惜咱两人过千万年也袂当相陪。哆嗦瑞咪瑞哆哆瑞瑞拉哆嗦咪哆瑞咪瑞瑞哆瑞拉哆来了，我们唱前面这一句就好了。来，这样子，我们刚刚唱到这里，主歌副歌都唱完了主歌对不起，主歌1、主歌2都唱完了。来，我们先把主歌2段连起来连起来。这首歌呢，因为反复的关系呢，所以觉得有一点比较长所以我们会分成2集，主歌跟副歌来分开教来，我们来唱这边来，讲一句歹势，来从头1、2、3、4，讲一句歹势，讲话无算话，2、3，第一个轮回，真心算啥货你看日出会鸟仔咧啼，是自然的运行做势，像人心若痛，人讲上济。还也把谱拉上来，免想这解释，
予人心沉地。岁月的经过，谁拢袂放过。二三有一种缘分，予人做伙，也着有缘分，今生今世。可惜咱两人过千万年也袂当相陪。好。这个刚刚提醒过，最后的这一句，这个袂当相陪要跳高9度，要特别的注意哦。可惜咱两人过千万年也袂当相陪。停，好，到这边呢，主歌就唱完了，接下去呢就要唱副歌。哎，这首歌因为有点长哦，真的，大家把岳云老师的整首歌呢都听完了哦，要听很久很久啊，那上传也要传很久，所以我把它分成2集来解说啊。那这就是我们必顺啊，曾伟忠的必顺的上一集啊，明天我会再上下集啊，那欢迎大家喜欢这首歌的朋友，今天听完上集，明天继续来听下集啊，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这个支持啊，频道呢能够继续的经营，都靠大家的支持，欢迎大家呢到岳云爱唱歌频道啊给我们订阅。按赞啊，并打开小铃铛啊，系统有这个新影片上架的时候呢，系统就会自动的这个通知您啊。同时呢，在影片的下方啊，有一个特别感谢啊，如果您可以的话啊，就给岳云爱唱歌音乐教室的频道呢点这个特别感谢啊，给岳云老师抖内。哎呀，我同学都问我看抖内是什么物件，同学抖内就是赞助啦哈，我频道哈要继续支持哈，需要大家赞助啦哈，欢迎大家哈点起这个特别感谢给我赞助，好，多谢大家，好，今仔日这篇呢哈，必顺的上集呢都给大家介绍到这，来，我们明天后天再见，谢谢，拜拜。